如果你想喺珠海市中心買帶裝修嘅別墅，一條片一定唔可以錯過。歡迎回家，朋友仔，發夢都估唔到啊！發展商用咗3年嘅時間，使咗300萬嘅裝修同埋軟裝，通通送晒俾你。依家只需要100萬就可以攞低呢一套全屋豪華裝修嘅大 house。呢度距離港珠澳大橋15分鐘嘅車程，周邊有山大商圈，生活真係好便捷，衣食住行一應俱全。一套單位地面有3層，地下有2層，設計咗4套房，3廳5衛。咁建築面積有459，使用面積713。總結下，唔使講啦，100萬就可以攞低全屋精裝嘅大 house，邊度揾啊？最後2隻朋友仔，快啲讓我睇樓。